总是当基督已经对死人中国话，做假的得困的头一个国话的，因为既然对一人才有死，也对一人才有死人的国话。因为亲像伫亚当众人拢死，也亲像安尼，伫基督众人要得到国话。三甲来吟诗学老上帝，圣诗99首，请起立。这时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前来受苦，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话就天。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公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三甲用启允文28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就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祭司会假讲，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伫危急的时，我求救上主，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甲我开公义的门，这个门是上主的门。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起厝师傅起杀的足，这是上主的作为，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上主啊，阮求你，你解救阮。
奉上主的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祝福。要举手机参加庆典。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要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同心来祈祷，公义疼痛救赎人类的悲上帝，感谢你赏赐圣子耶稣道成做人的样式，踮伫阮遮的罪人中间，卑微你家己，充满你的恩典甲真理，互人见证伊的荣光，正正就是基督生子的荣光。阮的主耶稣基督为阮受钉伫十字架顶，忍受肉体受贼的痛苦，为着担当阮的罪甲全世界人的罪所带来可怕的痛苦甲审判，成就上帝疼人类的行动。阮献上懊恼甲感谢，空空的坟墓显明伊已经摊赢死亡的毒钩甲权势。伊已经对死国外，将十字架的苦难灵足变成荣耀的免流，透过伊牺牲的疼，恢复阮所造成的混乱甲罪恶，互阮甲主爱的天父重新连结。这是被上帝你为阮所备办永远的疼甲永恒的平安，这样奇妙的恩典，阮实在不配。只有献上阮全心的懊恼甲感谢，拜上帝，阮的内心满欢喜甲感恩，因为耶稣已经对死倒活，互旧的代志拢变成新的，伊都活伫阮的心内，阮就变成新创造的人，通恢复上帝创造阮的时阵的美好形象。耶稣来为着拯救失丧灵魂的人。除伊以外，无别个拯救，无别个名，阮通得到救。主，阮感谢你，纵使阮常常辜负你的疼，甲你交付，无够尽心尽力，也未明白你的人传播你的救恩。这个世界充满黑暗、罪恶甲不义，只有耶稣独国活的带领，通为着这个陷伫罪恶黑暗中的世界带来改变甲光明。求你帮赞火热，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甲所有相信你的信徒，承接耶稣基督上天前所交付的大使命，跟对耶稣的脚迹，分享国外耶稣所带予世界的平安、盼望甲喜乐。互世界诚侪你荣耀的国度。今日是北区大专事工纪念主日，恳求圣神扶持所有参与伫大专事工的牧者甲同工，互因所做的事一尽顺利，通抢救年轻的学生灵魂，感化因的心智，互因立志跟随耶稣，来行伫上帝为因备办的正路。阮诚心献上阮的祈祷，这是圣人同心用理所教示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
咱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书20章19节到31节，伫台语和日本圣经131页。迄日就是7日的头一日，已经暗。学生因为惊犹太人，就伫因所住的所在关门。耶稣到，徛伫中间，甲因讲：愿恁平安。已经讲即个话，就用手甲血的互因看。学生看见主就欢喜。耶稣阁甲因讲：愿恁平安。我找恁，亲像爸有找我。已经讲即个话，就对因分开讲：恁受圣神，恁写啥物人的罪就写去，留啥物人的罪就留地。有多马称作底托马的，是12个学生的一个。学生耶稣到的时，伊无衫甲伫地。伊有的学生就甲伊讲：阮遮个已经看见主啦。若是多马甲因讲：我若无看见伊手中钉的只，无用我的指头仔探伊钉的只，无用我的手探伊的血下，我决断毋信。过8日，伊的学生搁再伫厝内，多马也伫地，门已经关。耶稣到，徛伫中央讲：愿恁平安。就甲多马讲：伸你的指头仔来，看我的手；伸你的手，探我的血下，无得做毋信的，就做信的。多马应讲：我的主啊，我的上帝啊！耶稣甲伊讲：你因为看见我才信，遐个无看见来信的人有福气。耶稣伫学生的面前，阁有行坐身者，无记伫即本册的
读到记者的互恁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囝，亲就伫伊的名得着活。讲到请陈君平牧师来讲到，题目是愿恁平安。各位姊妹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上帝的带领，个台北大专学生中心的车派，佮有咱教会接纳，互我有这个机会到伫咱的中间，甲大家做伙来分享，嘛来带来台北大专中心的请安甲报告。首先感谢咱的教会一直以来对伫大专事工的支持。其实差不多20年前我还阁是大专工作者的时。迄时咱教会启圣哥伊就是阮淡江长青团契真好、真重要的一个辅导伊三不五时就来甲阮聚会，关心阮的学生我会记得我迄时带我的学生去到教会伫献诗的时，嘛常常唱阿勋姐的歌尤其毋但歌真好听，佮较重要的是伫歌词的内底嘛帮助遮的学生去学习信仰我会记得我较早做即个感动门长青团契，就是北艺大长青团契的辅导的时，我嘛邀请过怡老师来嘉怡嘉老师怡嘉老师嘛是我家己指导老师的名来分享即摆咱的早新长老嘛是阮的台北大学的辅导所以真感谢咱的教会一直以来拢真关心大专的事工。伫我讲得了，等一个大专的淡江语词其实伊嘛是我的淡江中青团契毕业的学生毕业了后，即摆佫转来到伫大专咧做辅导伊会来甲咱请安报告。转来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今仔日是过活节了的第2个主日。耶稣已经过活，问咱一个问题：咱敢有相信耶稣过活？咱敢有相信耶稣过活？讲实在的过活即个代志对科学来讲是无法度通证明。虽然伫圣经内底咱看过真侪的见证，因讲耶稣拢有过活。不过我长期以来一直在做大专甲青年的事工，其实对伫遮的青年来讲，因要相信耶稣过活即项代志，也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尤其是对一寡追求信仰真认真的遮的青年，对伫圣经、对伫信仰，因有真侪的疑问。总是，咱做一个基督徒，咱拢相信耶稣基督已经过活。总是咱是怎样来相信？照着普世经课表，今仔日应该所有的教会拢在读罗马的故事，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即个约翰福音20章对19节到31节的经文。你手头若有圣经，嘛会当摕起来看。伫约翰福音20章，其实有记载真侪遮军队耶稣基督的门徒，因拄着过活的基督无相款的反应。第20章的前半段，咱看见彼得，佮有迄个圣经无讲伊的名，总是伫约翰福音内底真重要的迄个主所听的门徒，甲伯大尼的玛利亚，拄着过活的耶稣的迄款的对比的故事。今仔日咱读的是20章的后半段，伫遮咱看见耶稣的门徒因怎样来面对过活的耶稣。特别是咱真熟的即个罗马的故事。今仔咱所读的圣经一开始讲7日的头一日，就是耶稣过活的迄日，就是主日。迄天的下暗，所有的门徒组织做伙，总是伊甲窗仔门、甲门关条条，是安那？因为圣经甲咱讲因惊犹太人。犹太人毋但甲耶稣钉十字架，甚至当时犹太人嘛伫分逐遮个门徒，迫害遮个门徒。然后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咱毋知影。圣经敢若甲咱讲，遮个门徒
因真惊，因组织做伙。咱来想想，这个门徒敢有相信耶稣过活？这个门徒敢有相信耶稣过活？第20章的头前，写讲彼得甲迄个主所听的门徒，因相信，然后因转去到门徒的所在。我相信伊一定有甲因讲，因所伫坟墓所看见的代志。不过，这个门徒到底敢有相信耶稣过活？圣经无甲咱讲，敢若甲咱讲，因真惊吓，组织做伙。我相信不管因敢有相信，惊吓是一个真真实的代志。因的性命，伫因当时迄个处境的中间，因毋知影因所跟随的迄个主，敢有亲像因的同学彼得，其他的另外迄个门徒甲因讲的，因讲因相信耶稣过活，咱毋知影，总是咱知影因真惊吓，组织做伙。然后圣经甲咱讲，耶稣突然间出现了。耶稣怎样出现呢？咱毋知影，因为圣经甲咱讲，因的窗仔门完全拢关条条。耶稣突然间出现伫因的中，然后甲因讲：愿恁平安，愿恁平安。耶稣讲了，随时将伊手的即个钉痕，互这个门徒看。这个门徒看见这个手，耶稣手的即个痕迹了后，因就确定讲，这就是因的主耶稣，无毋对。所以圣经甲咱讲，这个门徒就欢喜，耶稣的同在，毋但带互这个门徒平安喜乐，搁较重要的，当这个门徒本来伫一个真惊吓的中间，因为耶稣的出现，互因心内有平安，搁有往前继续行的愿望。然后圣经甲咱讲，耶稣往因分一口气，这个气就亲像咱若看创世纪，上帝分伫亚当亲像迄个气共款。伫圣经的原文内底，无论是希腊文，还是即个希伯来文，气甲圣神的神，其实拢是同一个字。所以对遮，咱会当来想象，耶稣所分的迄口气，就亲像赏赐圣神互遮个门徒。然后耶稣讲：恁赦免虾米人的罪就赦去，留虾米人的罪就留着。咱看见耶稣互遮个门徒一个权柄，甲伊共款，因为圣神甲遮个门徒同在，所以互遮个门徒、遮个跟对耶稣的人，因甲耶稣有共款的权柄。咱今仔日称呼咱家己叫做基督徒，耶稣基督的门徒。今仔日耶稣，圣经内底咱看见耶稣互伊的门徒迄款的权柄，其实嘛是互咱每一个跟对伊的人的权柄。当圣神充满伫咱的心上的时，咱嘛有即款的权柄，为着耶稣基督来做见证。这是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的头前半段的故事。然后咱来看后半段的故事，圣经甲咱讲，当耶稣遮个门徒显现的时，多马无伫的，多马到底走去倒？圣经无甲咱讲。然后当多马转来了后，遮个门徒甲多马讲，因看见迄个过活的主已经出现了，总是多马无看见。伫圣经内底，咱看见多马伊就讲出迄个真出名。会当互讲伊流传千古的一句话啊，讲我若无看见伊手中钉的只，若无用我的指头仔探伊钉的只，无用我的手探伊的血液，我断毋信。因为即句话，讲实在，因为即句话，2000年来，多马成做一个高怀疑、无相信的一个门徒。当时伫教会内底，咱来讲你即个多马，你足成多马，意思就是讲你足够怀疑，你拢无相信。真正是安尼吗？多马真正是一个
无相信的使徒吗？一个搞怀疑的使徒吗？咱个来想，他拄啊德玛讲啥物？伊讲伊若无看见手中钉的只，无用迄个镜头去望迄个耶稣的伤痕，伊就无相信。其实即款的怀疑真重要。咱若转去原底初代教会迄个时期，对伫耶稣的教我，莫讲咱即摆啦，伫当时有真侪只谣言，伫当时伫遐流传。譬如讲，有人认为讲耶稣根本就无死，因为耶稣是神，所以顶伫十字架，顶伫十字架顶悬，咱看到迄是影尔，迄毋是实体啊，还是一个影尔。耶稣根本无死。当时嘛有人安尼传讲，其实耶稣有教我，总是耶稣的教我，毋是肉体的教我，是灵魂的教我，所以耶稣迄个教我，耶稣是一个灵体，一个灵安尼尔。当时嘛有人伫遐传讲，其实耶稣根本就无教我，所有看见耶稣教我的人，拢是因想过悲伤所看见的幻影，幻象。所以德玛，伊毋是怀疑，伊是想要确定恁讲的到底敢是真实的。伊要用伊家己的经验，第一手的经验去证明讲，耶稣真正有教我，毋是亲像他拄仔讲的遐谣言，耶稣是啥物灵体，耶稣是幻象，毋是即种的，耶稣是真正有教我。咱若安尼转来想。今仔日你若是德玛，我想德玛迄款的要求，德玛迄款的愿望，我相信咱每一个人可能嘛是安尼。你嘛希望会当第一手亲身的体验去证明耶稣真正有教我。然后圣经甲咱讲，搁过一礼拜，咱来想想看卖，伫即礼拜的内底，你若是德玛，你逐工拢爱面对其他的门徒，你的同学、你的同工，因拢看见耶稣教我哦，你无？你敢感觉被排挤？迄款的感觉？是安那我就无，是安那因有。一礼拜的时间，我相信迄个礼拜对德玛来讲，一定是真艰苦过。啊，若是其他的门徒咧？逐工甲德玛生活做伙，我明明就有看见过我的耶稣，总是我无法度德玛证明啊。逐工看伊伫遐忧头革面，总是我都无法度证明，我还通叫耶稣啊！你搁出来一个，互德玛莫安尼遐尼艰苦，无法度。即个小小的团体内底，因所会当做的是啥物？其实因所会当做的。是被背叛尔尔。遐个门徒，捌看见耶稣教我的门徒，因无法度做啥物，总是因会当背叛伫德玛的身躯边。虽然德玛，伊还阁怀疑，伊还阁无法度完全相信，总是可能嘛是因为遐个其他的同工背叛伫伊的身躯边，才有法度来经过迄个礼拜。这就是团契。这就是团体的重要。然后圣经甲咱讲，一礼拜过去啊，门徒搁伫即个厝内底聚集，游园窗仔门拢完全关掉掉，咱嘛感觉真奇怪。伊已经讲看过耶稣教我，伊嘛相信耶稣教我，是安那因窗仔门搁关掉掉？是安那因还搁遐惊吓？因到底去惊吓啥物？然后耶稣佫出现啦，佫甲因讲愿恁平安。然后耶稣转往德玛，甲德玛一个人讲伸出你的指头啊，看我的手，伸你的手来摸我的血液。一礼拜来，德玛一直愿望的代志发生啊。耶稣教我的耶稣真正出现伫伊的面前啊。然后伊佫邀请耶稣，佫邀请德玛，你来摸，你来看。你若是德玛，你当时有啥物款的反应？
你敢会伸手去遐摸？还是你会看较斟酌的？还是你规个人戆伫遐？我毋知影。圣经嘛无甲咱讲，到底经过偌长的时间，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圣经拢无甲咱讲。然后圣经甲咱讲一项，讲多马讲我的主，我的上帝，我的主，我的上帝。这句话对我来讲，这是多马的信仰告别。咱毋知影多马到底敢有伸手去甲耶稣摸，还是到底甲耶稣有啥物款的互动，咱拢毋知影。总是咱唯一知影的，就是伫迄个时刻，耶稣多马拄着搁我的耶稣啊。然后多马甲耶稣讲。你是我的主，多马是耶稣的，耶稣是多马的主，当然无问题。吼，这是真做耶稣的门徒，跟对耶稣久久，这是无问题。总是多马讲，你是我的上帝。这句话真重要。规本约翰福音内底，这是第一届有人讲耶稣就是上帝。多马是安怎知影耶稣就是上帝？我嘛毋知影。圣经安尼甲咱讲，当多马拄着也搁我的主，多马显现的时，多马对心内告别讲：你是我的主。然后你毋但是我的主，你是上帝，你就是。我相信，咱诚做基督徒，咱拢会当告别耶稣基督是咱的主。咱嘛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但是你是怎样来做这款的信仰告别？这个问题我袂当互恁答案，你来家己去想。当咱咧告别耶稣基督是咱的主，是咱的上帝的时，咱是怎样来告别这款？咱是怎样来安尼来告别咱的信仰？伫这个故事的上落尾29节的所在。耶稣甲多马讲：“你因为看见我才信，遐个无看见来信的，就有福气。”就是因为这句话，就是因为这句话，多马和后代的基督徒拢讲伊是一个小信的人，一个怀疑的使徒，因为伊无看到，因为伊看到才信，伊毋是像其他的人是无看到就信，伊是看到才信。总是这句话真正是咧比较，真正是咧责备多马，是咧比较讲有看见甲无看见，对一款的信较厉害吗？其实毋是安尼啊。咱拢知影圣经的原文是无标点符号的。咱今仔所读的圣经顶悬有标点符号，有几章几节，迄拢是后来的人才慢慢加入去的，翻译圣经的人加入去。但是安尼来讲，有可能这句话。耶稣甲多马讲：“你因为看见我才信，遐个无看见的来信有福气。”有可能耶稣只是去讲两款无相款的情形，一种是有看见就信，有看见才信；一种是无看见就信。是安怎我讲这真重要。约翰福音若照圣经学家的研究，伊完成可能是伫第1世纪。可能90年代第1世纪的末期，但是安尼耶稣搁我的代志，到伫约翰福音写好完成，其实已经有差不多50-60档，甚至60-70档的遐尼长的时期。换一句话来讲，今仔日2000年前咧看约翰福音，伫约翰福音内底学习信仰的遐个初代教会的信徒，其实每一个人。拢无看过，拢无看过迄个搁我的耶稣。其实咱嘛共款啊，敢是？你敢捌看过耶稣搁我的耶稣？我记得我较早做大专辅导的时，有一个学生甲我讲：“俊明哥，我看见耶稣显现了。”我就好奇，我就甲伊讲：“那是什么情形？你告诉我。”有一天我很难过，我在教会第一排，我在那边祈祷，然后我就突然感觉到我好像要向后转，伊就向后转，然后伊看到一个穿白色的衫的人，
伊行过来。我讲，你怎么知道他是耶稣？你有看到他的脸吗？哦，他脸在发光，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我讲，那你怎么知道他是耶稣？哦，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他是耶稣，我就知道他是耶稣。这款的经验是真特别，嘛是真珍贵。我嘛相信我的学生真正看见耶稣。虽然伊无看见伊生做啥物款，伊只是一个穿白色的发光的人，伊行过来安尼念念。总是伊心内伊知影，迄就是耶稣基督。每一个人，敢有迄个机会，甲耶稣基督相拄，咱毋知影。可能你有，可能嘛可能无。无相款的情形，无相款的处境，无相款的体会。总是我相信，在大部分的人，拢毋捌亲身看见迄个国外的耶稣出现伫伊的面前。总是咱拢相信嘛，对不对？我讲到一开始问大家的问题，咱拢相信嘛，所以咱拢是迄个无看见就是。对我来讲，耶稣讲，莫做迄个毋信的，着做迄个信的。对我来讲，即句话毋是耶稣要责备多马啦，这是耶稣对伫多马的疼，因为伊知影多马伫当时真软弱、真艰苦，伊需要一个证据，伊需要耶稣基督出现伫伊的面前，互伊的性命会得到真实的平安甲盼望，所以耶稣出现。这款的经历，毋是每一个人拢有。总是不管你是有看见，也是无看见，我相信，咱做一个基督徒，咱拢是有福气。我自信行医毕业到即摆20几冬的时间，拢一直在做青年甲大专的工作。伫做遮个青年的事工的中间，我定定拄着亲像德玛即款的青年人。因毋是无相信，伊毋是无相信，遮个真济，遮个教会，遮个青年拢自细汉伫教会出世大汉，因毋是无相信，总是当教会所教的，甲因伫学校所学的有冲突，啊是讲因无法度去了解讲圣经所记的，甲伫社会内底，伫即个世界因所学习的，遮不一致的时阵，其实因心内是艰苦的。因毋是无愿意相信，因是一直在想，总是因亲像多马共款，因毋知影要怎样去解决即个问题，因是艰苦。总是我相信，伫我的经验的内底，遮个青年，因需要甲多马共款，因需要一个机会。迄个机会无的确是耶稣基督亲身出现伫伊的面前，嘛有可能是透过团契的生活。还是去参加精英班，参加真济遮个营会，伫遮个中间就甲其他的遮个青年活动的中间，甲辅导因带的中间，伫教会内底团契生活的中间，伊有一个机会，就亲像多马共款，伫遐因领受着，伊接触着迄个国外的耶稣基督。多马的故事，互咱知影。对信仰的怀疑，毋是啥物见笑的代志，嘛免惊。特别怀疑，毋是罪，怀疑毋是罪。对伫多马的即个例，咱看见，其实对伫信仰的怀疑，是帮助咱会当进入一个更较相信的过程。有当时啊，我嘛常常甲遮学生讲，怀疑毋是无好的物件。有当时啊，即个怀疑，你若行会过去，你的信仰会比完全无怀疑的信仰会更较深刻。你对用上帝的相信，你对耶稣基督，你对即个信仰，这个信仰对你来讲是更较深的信仰。总是这真正无简单，这真正无简单。咱要怎样去行过即个怀疑的迄个过程，实在是。真正无简单，不过对我来讲，就是因为无简单，这才是上帝的问题，上帝的问题。
咱台湾有一个神学家吼，叫南州牧师陈南州牧师，伊捌写过一本小小的册，我嘛真鼓励咱大家来找来读吼。迄本册叫做《上帝是怎样的上帝》，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真薄，差不多100页尔，哦，个字个足大字，我真鼓励咱大家来做伙来读。伫迄本册中间，伊就是介绍讲圣经所记载的即个上帝，咱基督教信仰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不过伫迄本册的上落尾一章，伊讲伊家己见证的故事，伊回想伊家己的信仰的历程，伊对一个第一代的基督徒，到后来成做神学院的教授，成做台湾真重要的神学家。伊伫最后一章，伊写一段话安尼讲，伊讲，伊到当伊对上帝的了解，伊讲伊去写一本册啊，伊讲伊已经是神学家啊。伊讲伊到当对上帝的了解嘛真有限，伊无法度完全了解上帝。虽讲是安尼，伊感觉伊对上帝的了解虽然有限，无法度完全了解，不过已经有限的这个了解，已经有法度帮助伊来行伫这个人生的路程。伊讲，伫追找信仰，咱行伫人生、行伫信仰的这条道路，咱虽然讲咱相信，总是这个相信，并无代表咱以后就完全拢袂怀疑啊。我相信咱若家己较诚实的，我相信咱一定有迄个怀疑的事。不过，就亲像伊讲的，毋免惊怀疑。毋免惊，咱的相信有限，因为人生，因为信仰的路真长。咱有限的了解，已经会当帮助咱行头前这段路。咱往头前行一段路，咱就去加学习一寡信仰的代志。然后咱就是安尼，一直学习，一直行，一直学习，一直行，来行这条信仰的道路。咱搁转来，我拄仔讲到一开始所问咱的问题：你敢有相信耶稣基督过我？你敢有相信耶稣基督过我？有时咱亲像这个问道共款，毋是咱无愿意相信，是因为伫咱的生命中间，咱可能拄着真大的困难，拄着伫咱的陷入伫这个苦难的内底，你感觉讲我的人生足生无远望。10几年前，我嘛毋惊，互大家知影。我10几年前，因一个我家己患病后得忧郁症因为这款的原因，我后来离开大专的后生。伫迄段时间，我一直感觉真怀疑，就是我正做一个牧师，正做一个辅导，我有受过专业的训练，是安那，我嘛会得忧郁症。当我完全无法度的时，我跪伫我的眠床头前，伫遐甲上帝讲：主啊，我看过遐尼侪见证，遐个人拢是讲伊阿免了后，伊就啥物物件就好起来，就无去啊。我希望讲，我若阿免了后，即个情绪就好啊。若无，我就无爱相信你。然后阿免，啥物代志拢无发生。我嘛是困袂去，规暗拢无困。感谢主，因为团契的陪伴，因为同工的陪伴，因为伫迄段时间看医生，甲我的辅导王荣义牧师，真济这交流，我慢慢行出迄个破病的情形。嘛因为安尼。我搁较深刻去了解讲，真正陷入伫迄个病痛的中间的人，因是拄着啥物款的情形？因为我经历过。后来我去做见证，我讲真感谢上帝，互我有即款的机会，真正家己体会过。所以我后来做牧师、做辅导，我会当搁较深刻去了解讲，伫迄个
病痛的中间的人的心境。有人问我讲，既然安尼，若搁来一届敢好？无爱拜托的，无爱，真正，这就是见证。有可能咱亲像这个文道共款，咱毋是无相信，咱是因为伫迄个真深的苦难的内底，咱真惊吓，咱毋知影怎样继续相信落去，继续行这条信仰的路。当时就亲像耶稣出现伫文道的面前共款，愿恁平安。我相信，我家己就行过即款的路。我相信，伫咱的信仰的生活的中间，耶稣嘛会用伊的方式，上适合咱的方式来引带咱行这条路。他拄仔，伊长了带咱很练歌的时候，讲到即个教宗方济各过身的代志啊。咱知影最近有一出电影叫做《秘密会议》。伊就是咧讲即个选教宗的即个过程即电影我真鼓励咱大家来看内底真济需要思考即个帮助咱思考信仰的所在。内底有一段我印象真深内底有一个主角叫做 Thomas， 就是德玛啦。主角的名，我感觉这导演真故意啊。即个主角叫做德玛伊内底讲一句话，伊讲一段话，伊讲确信。是信用上大的敌人确信 certainty 确定性确信是信用上大的敌人。因为你若是确信，你若是确信，就代表讲无其他的可能性。因为你认为你所相信的，就是安尼尔定，所以你限制上帝有其他新加的可能性。你若是敢若相信，就是安尼。你嘛无需要信用因为伊就是伫遐，你的相信就是伫遐。所以讲，怀疑毋是问题，颠倒怀疑就是互上帝有一个空间，嘛是互咱的性命有一个相信上帝会当做超越咱所想象的代志。所以你即摆若阁有怀疑，咱来想今仔咱所读的德玛，怀疑毋是见效的代志，怀疑嘛毋是罪，怀疑是帮助咱去进入搁较深的信的一个过程。无论是看见则信，还是无看见则信，咱拢是有福气的人。就亲像我拄仔讲的，无论伫咱的生命、咱的信仰生命的中间，咱捌拄过过我的耶稣，也是无，也是你感觉你的生命有一个真特别的经历。我相信这拢是上帝伫咱生命中的恩典，嘛要帮助咱来领受过活耶稣基督伫咱心中的这个福气。嘛，因为安尼，互咱有迄个能力，互咱有迄个能力去为耶稣的过活来做见证。但是安尼，咱要怎样来见证耶稣基督的过活？当若有人问咱讲，你是基督徒，我相信你相信耶稣的过活，总是你要安怎甲我证明耶稣真正过活？我相信，要证明耶稣基督过活上好的方式，就是互人看见咱生命的改变。咱过去是一个什么款的生命？然后，这个信仰帮助咱行做一个新的生命，就亲像圣经所讲的，活出基督伫咱心中的生命。咱要怎样证明耶稣基督真正有过活？邀请人来看咱的生命。你知影我过去是一个什么款的人？总是我即摆变成什么款的人，互你看。这就是过我的耶稣基督伫我身躯顶一款重新过活的开展。伫教会历史的中间，有一个传说安尼讲，讲德玛因为伊捌怀疑耶稣无过活，当耶稣出现了后，伊感觉伊真见效，伊家己感觉真见效，所以呢，伊自愿去到上远的所在去传福音，
照着教会历史的传说，德玛去到伫印度、南印度的所在传福音。我会记得我10几年前去伫印度出差的时，拄着南印度教会的基督徒，我就甲伊问即个代志，听讲恁的信仰是德玛传来互恁的吼，因就甲我讲对，无毋对，吼，伫南印度的教会内底，因拢相信南印度教会的信仰就是德玛所传互因。当然，咱讲这是传说，咱毋知影，咱无法度去证明。不过，即个故事，即个教会历史的故事嘛，甲咱讲，德玛因为拄着国外的耶稣基督，互伊的生命有真大的改变，然后成做一个改变历史的事动。愿上帝帮助咱，伫国外即个节期，搁一摆透过文道拄着国外耶稣基督的故事，搁一摆来反省咱的信仰。咱敢有相信耶稣基督国外？搁咱若相信，咱要怎样用咱的生命来证明迄个国外耶稣基督活伫咱的身上？咱三角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伫世间千万人的中间，大圣经选阮，成做你的儿女。你互阮的生命有方向、有目标，阁有永远我的愿望。主，恳求你的圣神也由愿引带阮的生命，互阮真正活出你的款式，互阮伫即个世界的中间来成做你的见证，互人因为看见阮所活出的生命，会当甲阮同款领受着你丰盛的恩典。搁一摆将阮交伫你的面前，愿你来带领。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今仔日我为着台北大专中心的即个奉献主日的时间来到咱的中间，阮的中心的同工语词要来向咱报告即个大专的时间。大家平安，我是语词，然后很开心，今天可以来到松山教会跟大家请安报告。然后我现在是在台北大专学生中心担任全职辅导。然后今天是北区大专事工纪念主日，然后谢谢大家对长老教会大专事工的关心与支持。好，然后这张图是就是我们台湾各地有各大专学生中心，就是当学生离开家乡，然后去就学的时候，我们会各地会有长青团契来关怀这些学生。然后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也是适逢70周年，谢谢大家的陪伴，然后让我们可以走到现在这个时候。好。然后这一张图呢，是大概跟大家说明，就是台北大专学生中心是由七星中会跟台北中会共同关心跟支持的事工。然后这是我们大致的组织的图。然后这边是我们中心的同工，左边呢是我们有4位的牧职同工，然后还有2位全职辅导，包括我跟立格这样，然后还有1位行政同工跟小编。那台北大专学生中心，我们在北区的话，总共有17个团契，然后成为校园中的福音据点。那我们其实也有跟本中大专的校牧室合作，然后我们服侍超过300个学生，在北区这个地方。那目前除了17个团契，那其实我们希望将福音可以传到北基地区30-40所大专院校，所以期待教会中大家如果有在大专院校任职的教职员，或是各个领域专业的兄姐，可以一起加入服侍青年的行列。好，那要跟大家分享一小段我自己的见证，就是其实10多年前，像刚君平牧师说的，就是我也是淡江长青团契的一份子。然后毕业后，现在已经经过10年了，然后现在再回到大专，担任全职辅导陪伴学生。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不一样的看见。那大学时期这一段年纪是进入社会前的摸索期，他们会开始尝试中
在各个样的尝试中认识自己到底是谁，在面对未来的未知会感到迷惘跟焦虑。从过去在教会或是父母告诉我信仰到底是什么时候，在大学这一段时间，他们开始认真的去思考信仰对于自己到底来说有什么意义。那其实像现在年轻人所处的世代，引来的冲击跟震荡，可能比10年前更快速跟剧烈。像大家那个手机，一只手机就好像是一个世界一样，他们看的短影片，每天这样子滑，其实那个迎来的资讯是不断每一天就是冲进脑袋的。那即便这样子的一个，他们好像在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但是这样的状态其实让学生跟我们群体的心理距离其实是拉更远的。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其实也看见青年们内心仍然需要伙伴，他们渴望被理解，渴望关系。那大专中心其实就是提供一个以信仰为根基、安全可靠的支持群体，可以陪伴他们面对生活中的迷惘，寻找上帝。那以前在淡江长青团契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我比现在更内敛害羞。对，就是现在如果大家知道什么 I 人或什么，我就是超极度的内敛跟不知道怎么说话这样子。但是在团契这个地方，其实那个时候加入的时候，我知道在这个地方我可以慢慢呈现我自己，我不需要害怕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在这个地方，彼此的不同可以在这里被接纳。团契就成了一个弹性的空间，它有机会让不同的声音进来，可以对话、展开讨论的机会。我们学习倾听彼此的声音，我们也知道在这里会有一个地方，我身旁会有一群伙伴。我们因为信仰聚集，透过团契生活，一起反思到底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是什么样的位置。那信仰可以怎么样实践在我们的生活中？那这一段团契的经验，其实也深深影响着我10年前到现在出社会，直到如今。每想起就是出社会当中有一些挫折的时候，我都会记起在大专时期长青团契的这一群还是大学生的我们还在摸索信仰是什么、爱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都还不清楚，还在保持着一个怀疑，到底这个信仰对我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呢？我们仍然的勇敢的去碰撞，去试着更靠近上帝一些些。那这样的愿意跟勇气，以及当时扎根下来的信仰基础，其实成为了我生命中很重要的力量与养分，陪伴着我直到现在。我也相信这样的力量可以陪伴我们的学生。那这边是我们暑期，就是会有一些福音队，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一些事工。然后除了17个团契之外，我们也会举办一些造就型的课程跟营会，以及暑期的事工，然后也有一些闭契的事工，就是当他们离开长青团契了之后，我们还是仍然有关心他们。那想要邀请大家为以下几点来代祷，除了刚刚的辅导的团契，然后邀请大家可能为我们每一项事工可以更贴近青年的需要，然后有更多的教会跟同工一起加入宣教的行列。再来是邀请大家为我们中心的同工们代祷，因为目前除了我，其他都有家庭，就有小 baby， 然后所以其实他们奔走各个团契都是要，不论是交通，然后时间上的切割都是很琐碎的，所以请大家可以为他们的身心状况以及家庭来代祷，让他们在服事的现场可以更有力量。然后这边是我们的所需要的经费，也邀请大家可以，我们有小云之友，就是可以透过定期定额，然后成为长期支持大专青年的伙伴。
那最后呢，我用一个结语是，德国神学家潘霍华在《论青年工作》的第8条提纲第1条来彼此勉励。教会的未来并不在于青年人本身，而是唯独主耶稣基督。青年人当做的不是要重新模塑教会，而是聆听上帝的话语。教会当做的不是捕获青年人，而是教导并宣讲上帝的话语。然后最后要谢谢大家的支持，可以让台北大专今年进入到第71年。那邀请不论是教会或是大专中心，在这条陪伴年轻人的服事路上，我们可以一起聆听他的话语，实践他的旨意，然后也为教会跟大专中心的未来放在主耶稣基督里。谢谢大家的关心跟支持。请掀开酒报来读今日的金句，请咱做伙读两。当咱信若甲基督同死，就要甲伊同活。罗马书6章8节。当咱信若甲基督同死，就要甲伊同活。罗马书6章8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106首，请起立。谢。奉献，殿堂奉献，请郑启昂、谢秀雅、徐伟勋3位长老来负责。奉献的部分，请赖宜佳、王恩信、陈秀娥3位执事来负责。
起立。加济。请看周报137页消息报告。第一点，今日是北区大专士工纪念主日，特别派陈君平牧师前来讲道请安，请兄弟关心奉献。第三点，5月3日拜六暗时7点要举行得教150周年的活动，邀请庆丰教会王小文牧师甲捌参加过读经营的兄弟姊妹来讨论分享。主题是花莲庆丰教会读经营回顾，欢迎兄弟参加。牧区的消息，但以里牧区今日要举行上山凛冬伫个河滨健走的活动，请已经报名的兄弟，伫个中昼12点半伫教会集合出发。奉献部分老错误写中级订正，就间聚会甲下周圣工事奉的，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来欢迎团队朋友薛依婷姊妹，欢迎。好，咱嘛为着咱上山厝内遮兄弟姊妹厝内有悲伤的遮兄弟姊妹来祈祷。好，咱来为着美莲姐来祈祷，伊的爸爸伫4月23号蒙主恩调，黄德全牧师伫美国蒙主恩调，咱恳求主安慰美莲姐的心。好，今仔日咱嘛看见陈其雄长老的遮的囝儿孙也来到咱的中间，吼，咱嘛继续，我伫遮嘛代表因的家族来向咱兄弟姊妹来说多谢，因为陈其雄长老在世时有反复讲无要举行告别礼拜，所以顶礼拜三就是殡仪馆，就是用一个简单的仪式来送别伊，咱嘛继续为伊祈祷。好，这时咱来看咱的大祷的事项，咱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为着各地宣教师祈祷，为着今仔日咱所听北区大专事工的需要来祈祷，嘛为着咱建堂的事工来祈祷。那么为着蔡明宪长老来祈祷，林崇孝兄，这是林翠玲姊妹的爸爸，伊已经出院，吼，咱嘛恳求主继续来保守伊。那么为着你处理疗养的公基姐，吼，张慧基姐，这是蔡慧茹姊妹妈妈，前一阵仔伊拄着车祸，这是你处理疗养，咱嘛恳求主来保守伊。廖吴淑慧姐、金文姐、道明兄。雨婷、幼春节，咱今仔日嘛看到幼春节，吼，咱嘛继续为伊祈祷。林水长老、阿卡姐、明珠姐、方梅姐、丁友兄、俊成兄、以礼、顺梅姐、明理姐、阿菊姐、郭元兄，咱开喙为着遮个事工，为着遮个集体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伫个偌济的第2个主日，阮做伙伫遮来接受安尼信仰的挑战。阮敢真正相信耶稣基督，你已经过活。主恳求你将安尼的问题放伫阮的内心，互阮不断来思考，互阮毋若是做一个基督徒，久总是阮无来思考安尼的问题。恳求主你保守帮赞，互阮将国外耶稣来看做是阮生命中间上重要的代志。阮也用阮一世人来grund地你。主，阮也要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有你病院的，有你处理疗养的。主恳求你会当来医治看顾，手术互因，甲因厝内人。有对你来信心，互因相信上帝你陪伴因行这条真艰难破病的道路。主，阮也要为着拄仔有死失的安尼兄弟姊妹因的家庭来祈祷。主，恳求你搁一届来纪念陈其雄长老伊的家庭，遮个囝儿孙，保守因，互因的内心也着平安，
阮也特别为着美莲姐来祈祷，主恳求你来医治伊失去老爸的痛苦，主恳求你来安慰夫妻，享受对你信心的快乐，来帮助伊。阮也要为着阮的今仔日所听见北区大专的需要来祈祷，恳求你保守手术，互遮的大专侍奉者，互因有智慧，会当来陪伴现今的遮个大学生，也享受教会会当有搁较侪关心，会当来陪伴遮个大专生。主恳求你来伊看顾，阮也要为着教会建堂的事工，也是阮逐样的事工来祈祷。帮助阮会当伫即个所在有好的徛起，会当为主来做好的见证，也为着各地的宣教师祈祷，特别真侪的宣教师伫真危险的所在宣教，主恳求你来保守因，互因有平安，也享受因所做的工会当得到主你的祝福。阮也要为着阮的台湾来祈祷，恳求你保守即块土地，主恳求你来看顾，因阮相信主虽然是一片小小的岛屿，总是主你也怜悯伊，看顾伊。恳求你保守阮的遮政治、遮的经济状况，总是为着阮台湾的同胞的心来祈祷，互阮兄弟姊妹伫逐所在，阮所拄着遮也未信的人，互阮有机会会当传扬福音互因。阮也为着世界来祈祷，真侪有战乱的所在，真侪有天灾的所在，阮也恳求主你的怜悯。恳求主夫妻帮赞，互阮兄弟姊妹伫新的一个礼拜，都会当为主来过得胜的生活。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阿门。这时，咱要来吟圣诗390首。吟诗后，请陈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迄把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